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布拉，布拉有注意报告。Cuma aku kirimu aja kamuku ribata gidanga susah kerja za YouTube sa ikan dia za kamuku bulayo。Hey guys， 我是连连。很多人会说，你都爱喝酒，重点喝得赢吗？到底部落的族人怎么套，才可以在家也有小酒吧的感觉？哎，感觉不能断，感觉不能断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阿里 ，Let's go， 来介绍自己。嗨，第二名阿梗，麦上我阿邓啊。包皮的比例其实是一半一半，但有时候太浓的话，我们就会搭配一首张学友的歌。太浓了吧？对2:1啦。保利达的香味，然后比较没那么苦啤酒，配上啤酒的气泡感，是不是非常清凉的感觉？清凉。下一个我们就来试看看番茄汁好了。哇，他说有脱掉的选择吗？没有，你总不能在大家面前把它倒掉吧？太严格。我们不能剪掉，好像说谎呢。不然我们猜拳输的喝。好，敲到杯。那我们为了你玩这个游戏哦。啊，万一你输了，你就要这样掐着喝完哦。如果你输，你是喝这个，你不用喝这好个，就你还是要负责。男生赛，好5、6、7，来，敲敲杯啊，敲敲杯，敲着杯啊，敲着杯。所以我就输了。哦，但是暖身赛，哎，敲杯啊，敲敲杯，敲着杯啊，敲着杯，敲着杯啊，敲着杯。好，你的惩罚就是那一个，就是你的。好，然后不要再逼他，然后剩我我们们3 3个人，你先这 Oscar 个。咯。我们3个人，输的喝这个，5、6、7，走，敲敲杯啊，敲敲杯，敲着杯啊，敲着杯。喝起来。接着要介绍的是这个 ice， 它只是要 ice 的香味。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啤酒味，那这个真的很。这个的话是超商买得到。刚回部落之前一定会去大润发买。太台东了吧？这个话题没有一定要经典台啤。如果你本身是喜欢金牌或是霸，然后对百威啊、海尼根、Asahi， 只要是啤酒啊套这个 ice 就没问题了。它啤酒味是不是几乎快没？又不苦。酒不要喝太苦的，怎么样？人生一定苦。耶嘞，答对了，那老板。1、2、3，我们一起指出那个你会最想要喝的，就是你下一次你自己了，你还是会想要再尝试一次的口味。1、2、3，哎，它是陷阱妹。香气比较香，然后啤酒的苦也被中和掉，对啊，就刷出去。先不要转台，先不要转。有很多人，因为很多人听到米酒就觉得哦很臭，那是因为你套错东西。不呼吁喝米酒，但是如果你很喜欢，或是你必须应酬要喝米酒的话，那你就是跟跟部落的老人家应酬，他们都会跟耆老文化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部落风啊，所以你要配合老人家的口味。如果你可以买到这种米色标签的话，那你就更内行。最早开始喝米酒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用查理王，然后一定要日式无糖绿哦。你如果说买查理王给他，服务听不懂，你一定要说什么查理王？查理王有没有？勾起那个回忆了，对不对？查理王，查理王，先敬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拍片。其实我觉得套分解茶蛮好的，就是可以分解，可以退火。因为它本身是有苦瓜。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，特别推荐给女孩子。来，营养师说话，麦美怎么样？可以预防泌尿道感染。对，而且如果那个来的时候，米酒可以止痛。哎，我是知识型频道，所以这个知识是错的哦。讲一个真正的知识型。如果女生想要补铁的话，可以多吃什么？鸭血哦，没有关联的，跟这里没有关联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目前为止。你可以慢慢喝，不用干了。对啊。因为米酒味吗？所以可以自己加好。还是你觉得很刷群？它整个喝起来，其实这样喝真的蛮省的，会醉，然后又便宜。不然你看，如果外面坊间野格加 Red Bull、Vodka 加雪碧、Whisky 跟可乐之类的，那都不便宜呢。等下你们可能就没有来。静东东，可惜。我怕有人想套，有的人会把米酒，然后套了蔓越莓以后，然后再套雪碧。大家要给它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叫做打叉。
有好好拍哦。大家给他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叫做米歇尔。不行要喊卡哦。如果你是套蔓越莓而已的话，简称它为。如果是分解茶的话，米芬。对啊，如果是查理王的话，查理王吗？不是，你茶吗？米粒，哎，这么可爱。你心中觉得你会一喝再喝的调法，1、2、3，一嘞。可都是吗？公认吗？OK， 那我们掌声通过。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配水，然后加梅子，啊，一定要白话梅哦。有的会有红色话梅，那个就。那蓝心湄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套法可以建议马古卖，因为他们的饮料有加梅子的系列，比如说柳橙绿、柳橙青，他们可以出一个高粱青。哎，缺呢？要不要加梅子？还是高山青？哎，这个40，这个是58的，这个比较贵，250吧，手头要有一点宽。月初的时候。月初酒，啊，这个就是月底酒。可以那个差不多的感觉。啊，这个就是1:9，哎，要40喊停哦，我们可以喊停。我们不逼酒的，我们喝酒友善的。下一个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养乐多，算吧。你如果是喜欢喝高粱的话，一样可以。一样套这个或套这个。叫做高雪儿。你真的有这个人？高雪儿留言，哎，你在看我吗？这太姓梁啊！如果你姓高或姓梁，跟我联络啊。哎。他是姓高粱，叫做高粱月美。有年代的名字。哎，如果你真的叫高粱月美，不来来喽。哦。社会多数普遍拢有迄款原住民像爱喝酒这样的刻板印象。咱今日来个拍这营养评论，干嘛去强化的这个强化这个错误观念？哦，你说会不会因为拍了又让人家更觉得原住民就是爱喝酒这样吗？我是觉得已经被误会了吼，我们就要赢。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于说，分享在部落很容易买到或看到的喝法。那有些可能你平常在部落生活，然后你因为读书或是你因为工作，你来到了大都会区嘛，那你如果想家，你有一些乡愁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借着这样的喝法来一解你的那个思乡情怀。要写诗了。哎，多少先吧？随便啦，你们要统一我们要统一，我们这样才有团体感呢。对，没错。你看团子就是这样子。爱你爱面子。好，菜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。菜园。空心菜。地瓜叶。哎，就是没有你要圆呢，不用圆。他说菜园，然后我们就会讲到有人讲不出菜为止。菜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。菜园。空心菜、青江菜、菠菜、地瓜叶、大白菜、桂苗、大高丽菜、大陆妹、秋葵、皇宫菜。可以了，很熟悉了。所以如果换果园就要讲水果类，了解。啊，动物园就是动物类。蔬果类它是番茄类，牛番茄，番茄是大番茄，大番茄，大番茄是蔬菜，小番茄是水果。那水果玉米嘞？全谷根茎类。糗爆了，不然你出题好了，对，就是你就省一趴，然后对，有没有？对你很好了吧？这顺序也是这样子哦。这样吗？这样绕啊。好，来5、6、7，走！菜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。动物园，三枪。蛤蟆、黑熊、无尾熊、蜗牛。狗。蜗牛，蜗牛不是动物吗？那动物园会有蜗牛不？是，它不要是动物园里面有的东西，园是为了押韵。菜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。动物园，三枪。猫咪、孔雀、无尾熊、鹦鹉、鸵鸟、蓝雀、袋鼠、眼镜蛇、老鼠、金子丝、袋狼，哎，你说什么？袋狼，哦，大野狼。袋狼啊，哦，袋狼，我以为是大野狼嘞。差点要小红帽。全部哦。对啊。你赢在蔬果，但是动物还有什么？我刚刚真的想不到。这很多啊，动物。那个动物园里面有非脊椎、无脊椎动物吗？那谁没有？
脊椎。就什么蜗牛之类的。他们吃在旁边的草地，如果是屏东的话，我可能有活口。都只剩可爱，捡光牛的比观光客多。因为门票50块，我怕那个三枪也不包，有没有人带猎一直枪？在旁边这样哦。三枪现在是不是保育类了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可以吃。但原本保育类也可以吃，哦，有分3级啊，确认。哦，长知识喽！又来了，请说明为。什么？然后第1集、第2集都还是可以抓。就你有可是你有那个性抓到，你就可以吃。现在用申请还是怎么样？当然就2集。你说我要吃，我要跟县政府申请吗？那个流程跑回来已经不新鲜了呢。先冷冻，先冷冻。先打在旁边加1。哎，好，这个葡萄。 CC 葡萄不免俗还是要敬你们，谢谢你们拨时间陪我拍这个会害自己被误会的影片。哎，敬彼此。靠这个柠檬汁，原都没有说喝酒就是因为相聚在一起才会喝酒，不是因为喝酒而相聚，是因为相聚而喝酒。哎，可以，是没耶。好了，我们就敬相聚吧。敬。敬彼此。哎，如果你要解酒的话，你隔天宿醉的时候喝这个也可以。喝柠檬太酸了吗或是蜂蜜柠檬。高粱系列的套法，我们喝了有这4种。今天喝过了以后，你会想要推荐给你的朋友的。你就4种，哪里4种？ 1、2、3、4啊！一种什么？我们先来数数，1大、2小、9乳、18啊，不然不能组的数一下。打撒路撒到爆。这2、3是1、2、3，柠檬汁获胜。希望这集可以帮助你了解到部落都怎么喝哦，你自己也可以打造属于你的小酒吧。按的铃铛呢？对吼，好。这个酒醉啊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8个0.5分。然后理性饮酒，哎，必须要。未满18岁的你不要乱喝酒。你不会赚钱的，你也不要花钱在酒水上面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请找代驾，我的电话号码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你是要被代驾的。你如果找到代驾的话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开进你的心。哎。